借着你家己所立的约，主啊，将这个救恩显明伫百姓的面前，就亲像过去你永远显明同款。主啊，来感动阮的心，就亲像过去你感动阮，就是一个汹涌的决心。主啊，阮也要感谢你，为愿你伫阮的心上成就一切关系你荣耀的救恩。主，阮也为着阮所有这兄弟姊妹来感谢，大家人会当三甲做伙，为着所信的福音，齐心来努力。主，阮为这来感谢你的听，感谢你的祝福。主，阮也感谢你赏赐阮好的母亲，一路疼惜阮、陪伴阮、培养阮，到伫如今，阮会通伫上帝你的殿中，伫上帝你的国度。主，阮要感谢，因为你的慈爱、你的信息直到永世代无尽。奉主耶稣基督名来宣告讲，是阮的母亲要对上帝你来领受活命的救恩、能力甲权柄，伫上帝你的面前，主。阮毋是干那感谢阮的母亲，主，阮的效法，亲像你疼惜阮迄款的疼惜。阮诚做一个好的母亲，诚做一个好的父亲。上帝啊，你将着这一份疼放伫阮的身上，也纪念伫你的面前，存着信心甲望你恳求的。主啊，你伫阮当中成就你的救恩，成就你的丰盛，成就你的怜悯。感谢主，因为过去的日子，阮得到你的保守，阮相信将来的日子，更较要伫主你的内面来经历上帝你的慈爱、你的信息、你能力的同在，互普天的知影，天顶地的耶和华上帝掌权伫其中。医生对阮有逐款的讲法，但主啊，阮相信伫你的内面，阮的确要亲像亚伯拉罕，亲像撒列。伫主的面前得享活命的产业，伫主你的内面，甲你同心同行，见证上帝你永远无改变的疼，丰盛的疼，怜悯的疼。感恩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主恩典。而且保安兄来报告，谢谢。各位兄姐平安。伫主会进前，我来做消息的报告。第一，感谢主的恩典，周友昌、沈维珍夫妇的查某囝周木希，伊来带到上帝的家中，要来领受着祝福。愿上帝赐福囡仔伫上帝听甲真理中成长。第二，5月11起到6月29，每礼拜六上午9点半至11点。伫教会3楼要来开设方言祈祷的操练，这个课程欢迎兄弟姊妹一起来学习操练，明白经历圣灵所赏赐的权能甲恩赐。第三，5月12，就是后礼拜日，是母亲节及年度儿童的主日，大鼓堂维持着正常的这个聚会，鼓鼓堂将由儿童主日学团队要来主领崇拜，敬请兄姐留意并且带导。第四，5月12，后礼拜日下午2点半，伫南区圣安圣教会开课点要来举行着欢庆母亲节的活动，欢迎兄姐将厝内用袂到的全新的物资奉献提供作为活动抽奖的奖品使用。第5月19，礼拜日下午2点至5点，伫中央大学体育馆要来举行着2024圣灵降临节。台南区全球的祈祷会，请教招待者来报名，教会有定着这个游览车的名额40人，来回车资每一人100块，请伫报名表登记来注明。第六，顶半年度教会半日联谊旅游定伫5月26礼拜日要来举行，地点是大冈山生态休闲园区。当日下午3点要伫教会即刻来出发，或者是你家己开车前往，请自行小约共乘。暗时6点要伫大军
土鸡仔城要来用餐，费用每一个人400块，请伫招待所登记报名并注记同车的人员。第7，主题戏剧教育营日的招生中有免费的，有意愿者至招待所来索取报名单，报名后会后搁来实上这个开课，而且日期。今日补充报告，无即时要请敬拜合乐团。报告，刘牧师要，好，我们先去。关系咱后尾拜要这礼物，母亲节礼物吼，咱毋望咱亲爱兄弟亲爱姊妹妈妈们，拢会当出席，会当领一份教会精心预备的礼物。但是呢，因为若无来，可能你的家属有来，就当带转去。但是若无来，因为咱的物件爱变的，嘛就没办法栽培啦，嘛没办法，迄个安尼爱家户去送，吼，所以就来，咱就退掉，安尼的意思是安尼。然后这个戏剧营毋望咱会当参加，伊毋是成果发表迄款的，等于迄个张荣新姐妹有来报告，讲这戏剧营是重视伫迄个过程内面的活动，特别是对圣经甲咱的生活当中的一个结合，因为伊也是基督徒，毋望讲去看卖伫这个。教育营里面用圣经做主题，咱来大家讲看卖，伊是安尼，帮助伊的论文的写作，哈，这个部分会当甲我登记，也是迄个你就知影要安怎报名。好，大概这样子。咱的游览车有40个名额，哈，咱为什么会个请游览车交100块，有一点不足，会教会来吸收。为什么？就是要互卡路较无好势。兄弟姊妹，伊要搁去较坐车，要搁行路入去，拢有较无方便的所在，所以咱有敬老的这个尊荣啦，吼。有人住伫因兜附近，伊袂搁来遮坐游览车啦，吼，伊可能就直接过去。所以咱看报名的情形，安怎？若是这联动车报了，搁有名额，咱再来继续报，安尼好毋好？好唔好？哎，阿门！咱发挥教会是听的教会，哈利路亚。兄弟，要圣经安尼讲，那我们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来赞美神。咱得用诗章、颂词灵歌来彼此来对讲，互咱的心得到感动，安尼来歌颂上帝。阿门。嗨，请咱起立，准备好咱的心，要欢喜来唱出咱对伊的感谢。咱得好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面的主宰。咱得好活，讨好转来调见主的面，伊是咱的主小天。我的主，咱的君啊，全地人着跪拜伊。我的主。用慈悲款待世间人，唱出感谢。咱着认识你圣殿来学乐伊，伊是咱的主上帝。咱着当信任学乐只管主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面的主宰。咱着活讨好转来调见主的面，伊是咱看有着的。全地拢着跪拜伊，咱的主，咱的君王，全世界我无比。咱着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人，就主感谢。咱着认识你圣殿来学乐伊，咱继续来迎主上帝。咱得好当信任学了只管主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面的主宰。咱得好活讨好转来调见主的面，伊
是掌管宇宙的。我的主，咱的君王，全体拢着跪拜伊。我的主，咱的君王，你的权势是大无比。嘿，咱着当心，阿拉只管主上帝，伊用主意款待世间来救主感谢。咱着认识，你心内来阿拉伊，伊是咱的主上帝。嘿，咱着当心，阿拉只管主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物的主宰。咱着回头转来朝见主的面，伊是念着有你，你先来祈祷，哈利路亚，来祈祷，感谢你，阿乐伊，对咱的心中来唱出来感谢，哈利路亚，对咱的心发出迄个阿乐的声，互阮进到上帝的光明的国度，上帝啊，你是掌管阮生命的主，主啊，阮要来到你的面前，阮要将所有的荣耀、欢乐，拢要归乎你。我们伫阮的灵内面，来对你献上感谢跟阿乐。感谢你，小赐互阮当日的稳定，小赐互阮平安，小赐互阮福气。阮要向至高的上帝、荣耀的上帝来阿乐，来感谢，来唱歌。哦，主啊，我们唱新歌，来阿乐你，我们伫你圣殿内面来阿乐你，我们伫逐所在拢来阿乐，来感谢你对阮的听堂，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咱的君王，全体拢着跪拜伊。我的主，我的主，我的主，咱的君王，你的权势是大无比。嘿，咱着当心，阿拉只管主上帝，伊用主意款待世间来救主感谢。咱着认识，你圣殿来阿拉伊。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来救主感谢。咱拍拍来赢，好不好？拍拍来赢，哎，来来来来来来，伊是咱的主上帝。来，我的主，我的主，我的君王，全体拢着跪拜伊。我的主，我的君王，全体万世之万无比。阿拉只管主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来救主感谢。咱着认识，伫圣殿来阿乐伊，伊是咱的主上帝，是咱的主上帝，来，伊是咱的主上帝，伊是咱的，伊是咱的主上帝。敬拜唔是看人的这个表演，看人唱歌，对咱的心内面是家己甲上帝的关系，阿们。所以咱在热情，但是拍拍啊，也是欢呼，拢唔免看别人咧创啥，是咱甲上帝的关系。咱要继续来学了咱的主，美哉主耶稣。
你是我的上帝，我是你的仆人，我徛你伫你面前，要来歌颂你。你在主耶稣，不丢断主在，尽管兄弟的家的心，我心所有梦，我灵所尊重，希望应有我被光秀，你在罗湾阳，为我被传扬，拯救主的可爱依旧。要送给世界，要送给彼岸，主好修可心的挽救。你再来勇敢，给每位人，问寂寞的相信白天，要走进归途，要走进圣洁，我将复兴万世尊严。你在太阳根，给每位人，问寂寞的相信白天，要送给归途，要送给圣洁，我将复兴万世尊严。咱若对进来，你有这首感受，咱就大声来拍好啊！感谢主，哈利路亚！伊超过万象之前，伊是万事之上的上帝。哈利路亚！有大权能伫咱的内面，有大权能的内面，特别是要伫圣灵内面来开咱的眼目，互咱有属灵的目睭，会当来了解圣经的真理，互咱有属灵的眼界来看世界，会当有一个真笃定的心灵来走人生的路。我就和我看见，你主和我归真理，奇妙的心那的我求你，我心头主有欢喜，我的安静的好里，我尽管以尊的记忆，为我把酒和我关的相敬尽力，为我依靠和我挑剔，和我明白归真理，你那将修我命的路，有平安路不过路，我的安静的天好里。
哈，咱这手绑诶，还那被捆住了哈。来，跟着我稍微动一下哦，来。桂花白酒好我，很好哦。上帝真欢喜，咱亲像你那单纯，伊面前困求。一秒色起大地，我求你，我的头发总有欢喜，我那安静的天好里，我尽管依着你旨意，桂花白酒好我欢喜，想要经历，桂花的汤好我听听，是为了祈祷。哦，是我是我需要你来开启我。我那接受我的缘故，心就变好，都不挂路。我那安静的天好里，我尽管依遵你旨意，桂花白酒好我欢喜，想要经历，桂花水晶好我尊体，当初团友不会经历，除了限量就我心满，好我传好的有爱，我那安静的天好里，我尽管依遵你旨意，桂花白酒好我欢喜。副歌过来哦。想要经历，我那安静，我那安静的天好里，我尽管依遵你旨意，桂花白酒好我欢喜，想要经历。我那安静的天好里，我尽管依遵你旨意，桂花白酒好我欢喜，想要经历。Amen。至圣的主上帝，你的听甲阮同在，你的信息是阮大细的盾牌，因你的公义、你的信息甲你的慈爱，所以虽然阮犯罪失错，阮因着你的慈爱，阮会通继续徛伫主你的面前。因为你无照你的公义审判阮，乃是因着你的公义，将阮的罪过因你的慈爱放伫基督的身上，互阮原本应该受死的人，因为上帝你的怜悯，因着基督的牺牲。成就了公义的要求，所以阮今仔日还阁会当徛伫你的面前。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遮尔大的疼痛，也怜悯阮，纪念阮不过是土粉所做，所以阮有真济的软弱，阁因为你的怜悯甲疼痛。
所以你有圣灵来到阮的活命，运行伫阮的灵的内面，互阮会当对软弱当中勇行起来，刚强起来。因为圣灵的同在甲提醒，你想事互阮有能力，会当选择上帝你清气的道路，行伫你的旨意内底。阮所以活命，因为安尼来得到更新，得到福气，得到对你所来逐样属灵的稳定。主，求你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你美好的心意。求你拍开阮的心门，互阮领受你圣灵的恩赐。求你牵阮的手，行人生的道路，通互阮的喙齿会当开喙，见证上帝你伫阮身上所行的是何等大又个奇妙的救恩甲疼痛。阮上赞阿乐荣光归乎你，平安喜乐疼痛，赏赐伫阮每一位，同心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当这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后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要对遐搁再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三通，罪得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继续，咱要用启文来读上帝的话。英文周报有写第几篇？14、18。OK。OK， 现在来用好的时阵，咱大声来宣讲。上帝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伫你十股的荫下，听候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上帝，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上帝。上帝啊，我的心坚定，我的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着醒起来；琴瑟啊，恁着醒起来。我家己也要极早醒起来。主啊，我伫万民中要称谢你，伫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主爱关接诸天，你的信息达到穹苍。上帝啊，愿你崇高过伫诸天，愿你的荣耀冠过全地。阿门。感谢上帝，互咱拢平安来到伊殿中，为着要煞者要用着恭敬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咱请念牧师。谢谢。咱请同齐掀开周报第4篇。同齐做伙来上读今仔日主要几段经文。同齐来上读，请。我亲爱所少年的兄弟啊，恁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
我亲爱的兄弟，恁应当靠主徛立得稳。我请犹阿弟啊，甲顺督基爱伫主的内面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负一个担的，帮赞这两个女人，因为因伫福音上捌甲我同齐劳苦，抑阁有激里面甲其他甲我同齐做工的，因的名字拢伫活命册顶。恁着爱靠主常常喜乐。我搁再讲，恁爱喜乐，着叫众人知影恁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看路，只要凡事借着祈祷、祈求、甲感谢，将恁所要的甲上帝讲。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要伫基督耶稣内面保守恁的心怀意念。爱常常喜乐，不住的祈祷，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内面恁所定的旨意。上帝当借着运行伫咱心内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咱所求所想的。但愿伊伫教会中，并伫基督耶稣内面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免。搁再一届，咱三甲做伙压头来祈祷。真理的圣灵，愿伫即时恳求你恩典的同在甲怜悯，教示传讲的人的喙齿，教示伊的心伊的灵，通互伊的心受割礼，喙得到上帝圣灵的火的洁净。通含兄弟姊妹同齐受圣灵的火所洁净洗清，通互阮彼此的心灵，拢对上帝你的话语、你圣灵的运行甲养赐，阮对你得到活命真实的成长。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安乐圣教会，亲像伫天年共款。愿你亲自施恩伫阮下面的时间。亲自来对阮讲话，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伫上帝的听内底，咱会通经过的日子，得到伊的恩赐甲祝福。1959年5月初一的5月第一个礼拜，是安乐圣教会的生日。安乐圣教会生日快乐！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生日快乐！感谢主，咱安尼今年第几年？65岁啊，对吧？吼，来，搁甲伊讲一届，65岁生日快乐！阿免。所以呢，有个人吼比65岁搁较侪岁哈，感谢上帝啊，因为你啊一直听惜上帝，甲上帝同行，所以咱今日会当同齐伫上帝恩典内底。甲伊同齐来经历一个美好的日子，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子。伫上帝看做美好的时刻，咱会通三甲做伙，透过上帝恩典甲怜悯，咱同齐咧经历上帝的疼痛。谈拄则咱所读的圣经内底有3个真大重要的点内底讲到，同工是咱彼此的喜乐，甲咱的冠冕。第二个部分，咱的活命内底是同负一个担，就是同齐咧。宣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咱彼此相听，互相同心，彼此扶持，咱的名字就会记伫活命册的顶面。虽然是安尼，咱拢会无共款，总是圣经内底讲是，就是因为无共款，所以我的欠缺，得通过你来甲我补足。安尼，咱彼此互相相谦卑。咱就会当成全上帝国的心意，同齐搁较侪来经历上帝。头先伊讲到一项代志，讲同工是彼此的喜乐甲冠冕，同工是彼此的喜乐甲冠冕。我毋知影你伫你的活命内底会想到啥物人？这是咱教会过去的时阵啊，即个咱的长者。今仔日除了杨成基牧师，抑个
踮伫这个世界以外，其他的已经拢总倒转去到伫上帝遐。即几位内底啊，互你看觅啊，你可能拢认无啥会出来哈。这个玉山姐啊哈，这个安妮姐啊，这个咧，这个我实在是毋知是啥，听讲是红湖姐，这是啥物人？玉米干对无？对啦，玉米干啦，嘿。这啥？雕花姐啦，这咧杨怀锦，这咧杨新义牧师，这个咧，这这啥物人？高博啊对无？对，高博啊，因古早拢叫伊高博啊啦，毋是这个高博哦，这是这个高博哦，这另外一个高博，这是文雄咧叫高博，对。所以是这是杨怀锦，了后这是玉米干，玉米干哦，因为买手的时阵哦，拢住伫美国较侪，这是雕花姐，这是安妮姐，这是玉山姐，所以玉山这安妮姐哦，安妮姐因的细囝还搁伫遮。这后这詹惠美姐来徛起来，徛起来就徛起来，来，惠美姐，个顺金姐哦，囝婿嘛伫遐啦，囝婿伫遐，感谢主啊，甲拍鼓者，甲拍鼓者哈，谢谢。文雄刚我来，文雄国语堂啦吼，对，伊确诊啦，所以咧休困吼，所以所以你家看哦。这当中哦，对啊，咱的牧师拢做引导对啦，嘿，对啦，你即摆是咧讲我是无啦？好啦，一直到吼，玉山这，好，谢谢。等下，啥物人有糖啊来拜托送一粒啊来对。其实哦，玉山这离开迄一天的时阵哦，我心内底吼。有足侪的感触啊！玉山这离开一天，我的心内底有足侪的感触。迄代表吼，某一个年代安怎已经过去啊。总是上帝伊的疼痛，悠然伫咱的教会当中。教会对着过去的时阵，这5位的姊妹，这5个家庭，对着台南圣教会出来。了后，因对着5个人，渐渐努力拍拼。迄个时阵，阮听因的见证吼，我拢足感动的。你知为着要甲福音传互人，所以呢，但是大家人吼，拢安怎，拢咧无闲啊，爱做工课啊。干那中昼吼，12点吼，甲1点，还是1点半咧食饭。了，因5个人就烧招12点去咧探访。迄日头赤影影，南平咱台南的日头，阁是愈赤，比赤查某阁较赤。所以因伫迄款的情景内底，为着要传福音的缘故，因就伫咧透中昼的时阵，同齐做伙烧酒去探访。你讲安尼，因兜食饭要安怎？真侪时阵，因为着要探访，所以因拢会大声甲遮个饭煮互伊好，了后才同齐做伙出去探访。因彼此相听，互相扶持。通过因的伫主的面前的用心，直到安乐圣教会伫其中受建立起来。咱着斟酌少年因为着安乐圣教会所付出的一切。因为有因的开始，才有今仔日的咱。这是另外一张古早的时阵，咱的教会这个年长者因三甲做伙的翕相。每一届我若看到这个相片的时阵，我拢会伫迄个所在真少年。有时有一天，其实咱嘛会互人毋知会无啦吼。我若可能哦，囥伫相片顶悬，互人讲这就是吼50年前迄廖牧师啊。迄就是50年前的啥物人啊？有一天，咱拢会过去，但是咱想到因的时阵呢，我拢感觉因就是咱的阳光。今仔日伫外口的时阵，人若遐
较年长的迄一代人，因就会定。我若拄着叫今仔日吼8、90岁遐吼，拢甲我讲恁安乐吼是妇女建立的教会啦。我拢足感谢。咱的妇女是啥？是一个大群，亲像圣经所讲的，上帝的号令一个出来，传福音的妇女安怎？诚做大群。所以伊是咱的荣耀。今日咱想到因，你则个会想到啥？检菜你个会想到建灵兄，检菜你个会想到秀雅姊妹。每一年咧颁发即个奖学金的时阵，我就会想到秀雅姊妹过去的时阵，怎样将到伊离开世间的时阵，将到一部分伊的这个存款留伫安乐圣教会，成做咱安乐圣教会奖学金的基础。抑阁有真侪人想到因的时阵，因拢诚侪咱的冠冕，因为有因的付出，因为有因的努力。虽然今仔日伊无伫咱当中，但是咱知影，因伫对上帝听，因为因甲上帝美好的连结，因付出，因的活命诚做上帝的欢喜。圣经讲：“你是我的冠冕。”保罗讲：“你是我的冠冕。”今仔日咱伫社区，咱嘛是共款，诚侪正人的冠冕。这是昨咱伫社区来举行这个母亲节的联欢的庆祝会。伫这个母亲节联欢庆祝会内底，尾咱同齐做伙伫遐开这个检讨会。阮管团队伫迄个所在讲，有一个代志非常的重要，爱甲各位报告。我想讲即声毋知啥物惊天动地的大代志，果然是惊天动地的大代志。伊伫迄个所在讲这个咱中西区的区长来到咱当中，了后伊看到咱这个小西门里所有的志工非常的殷勤，非常的好咧。非常安尼甲人疼惜，真正够甲人招呼。所以呢，伊就甲文官团队讲，敢会当拜托恁，若是咱中西区有的时阵，有一寡活动的时阵需要有志工，敢会当拜托恁小西门里的来甲阮斗相共。南区区公所吗？毋是中西区吗？毋是是南区歹势，谢谢。安尼，所以呢，伊伫迄个所在就来甲咱拜托。伊讲一个代志，就是咱列位的志工，诚做整个台南市，诚做社区内底好的模范。亲爱兄弟姊妹，你就是冕旒，你就是冠冕。伫迄个所在会通对着，因为你的付出，你活命的见证，伫咱的社区会带出人对着上帝的认捌。进前的时阵，牧师捌提醒另外一个牧师，甲咱讲过一句话：世间人因会读圣经无？会，因安怎样读？因毋是读迄个纸本的圣经，因是咧读基督徒，读你即个人。读咱即个人，咱即个人是毋是真真正正亲像咱的圣经所讲？所以感谢上帝，感谢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你所行所做，诚侪伫社区、伫城市的祝福。保罗讲，咱想到一个人的时阵，伊会诚做咱的欢喜。咱想到咱的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会当三甲做伙伫遮做伙做礼拜，是通过真侪人的努力，过去的人的努力，即摆的人的努力，咱坐伫椅仔顶，椅仔嘛爱有人切过，涂骹爱有人扫过。咱等一个的时阵，就要去啉咖啡，迄咖啡毋是家己自然就走伫遐呢，迄椅仔嘛毋是家己走伫遐呢。车嘛毋向荣，家己就驶去伫迄个中山国中呢，拢是透过真济咱遮兄弟姊妹因同心的服侍，
所以咱会通有一个真美好的环境。今仔日，咱要互即个社会、互咱的家庭、互咱的教会、互咱的城市、互咱的国家，咱期待伊变做更较水、更较好。咱就看到这信仰的前辈，或者是现此时看到咱侍奉的同工，透过这侍奉同工，透过信仰的前辈，咱三甲做伙建立，互咱会当诚侪人的喜乐，诚侪人的免流。保罗讲：“你是我的喜乐。”这个字叫做 “karos”。karos 这个意思是讲，某咪一个人，伊是某咪一个人的欢喜甲快乐。我若想到什么人的时阵啊，牧师娘就是我的喜乐，因为伊煮饭给我食，所以我若想到伊的时阵，我就知影有一顿饭通好食，所以牧师娘就真做我的 karos， 就是真做我的喜乐。想到守关这样呢，伊就真做我的喜乐，因为当甲伊练小话，所以呢，就真喜乐。所以你想到一个人的时阵伊就真做你的喜乐，你的人生就真欢喜、真快乐。你若想到什么公部门的代志你就想到建基兄，因为建基兄会安尼怎抛头颅洒热血。你若有啥物代志甲伊讲我甲你讲，连伊全台南市拢总知啊，所以你拜托建基兄就无毋对啊，所以这是啥？迄个人会真做你的喜乐。亲爱兄弟姊妹，咱会当真做即款的人，咱会当真做即款的人，就是互人想到咱的时阵，唔好想到讲迄廖牧师一日干拢咧搞我骂咱来侥幸啊，你知无？所以咱爱互人安怎想到咱的时阵，就真做，咱就真做伊的喜乐，就真做伊的欢喜。如果咱伫教会内底，每一个人拢会当安尼；如果咱伫家庭内底，咱的翁想到咱的太太想到咱，伊就感觉心满意足，安尼你就成功啊！你就正工成功啊！无做阿公嘛成功就对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总是咱毋是去期待别人安尼，咱是对咱家己本身诚做安尼的人。教会每一个人拢愿意诚做正人的喜乐，诚做正人的冠冕，这就符合上帝所予咱的教会的原型。这个能力不是咱家己有法度生成出来，这个能力是因为咱知影有上帝福音伫咱的内面。圣经内底有所书伫迄个所在讲，咱拢亲像一块石头，活活的金仔角，了咱互相贴起来，建造成做上帝的圣殿。那么怎样互上帝的灵带伫咱内底？咱邀请上帝带伫咱的心内面，甲咱三甲同齐做伙行。咱咧起造上帝的圣殿，这是礼拜堂。礼拜堂是互咱人同齐做伙组织，伊是一个看会到的圣殿外口的圣殿。但是这个圣殿，若是拢无人来做礼拜，伊就是变做一个建筑物。所以真正的圣殿，圣经讲啥？咱拢真做活活的灵性的石头。咱真做活活灵性的石头，互相相贴，来起造迄个看袂到的属灵的圣殿。亲爱兄弟姊妹，这是重点。外口的礼拜堂会当透过阿妈陀，透过这个铁机，安尼甲伊起起来。但是内底这个圣殿属灵的圣殿，这是上界重要的。那呢，咱是用贵重、真最贵重的石头、属灵的石头来起造这个圣殿，也是咱互咱安尼真侪凊彩的材料呢。咱若是当真侪一个好的材料，咱就一定会受过真侪的锻炼。一个金伊的水是愈练练到伊内底杂质拢总无去，安尼伊就会真做一个水的金安尼咱起起来圣殿就会愈来愈水。
咱若互愿意，互圣灵来锻炼咱，若咱愿意恳求圣灵伫咱的活命内底来引带咱。当圣灵伫咱的心中感动的时阵，当上帝有话甲咱讲的时阵，咱马上顺服落来。迄个过程会真艰苦，因为伫咱内面有一个律，有一个律，咱迄个力量会互上帝的所在相扣。咱要照上帝之意，但是内底另外一个讲啊，无要紧啊，上帝会原谅你啦，你著继续啦，做歹啦，你讲袂当咱爱哦，所以。迄个两个力量会伫迄个所在相扣，其实迄个过程就是圣灵咧练咱。当咱愿意顺服伫圣灵内底，咱就会愈来愈清气，愈来愈清气，清气到一个地步，你会真做圣经讲啥？咱的信心受过锻炼，迄个信心毋是讲你会当成就啥物伟大的代志，迄个信心就是对上帝话语的相信，相信上帝安怎讲，伊就一定会安怎成就。迄就是信心，迄个信心才是上水的。所以圣经讲，当咱的信心受过锻炼，就比啥精金抑搁较宝贝。所以咱要怎样成做一个美好的精金来起造这个属灵的圣殿？一个就是同齐领受圣灵的引带。当上帝有伫咱的心中感动讲，毋通安尼做，咱即时顺服落来。保罗另外伫一个所在讲，毋好消灭圣灵的感动，马上顺服落来。因为咱只要若伫迄个所在有了调度的时阵，咱就真容易甲魔鬼留地步。佮等一个后一摆，咱就真容易无法度爬起哩顶悬迄一站。保罗伫这个所在，佮讲另外一个代志，毋是干那歹的代志会对咱产生影响力。有的时阵很良善的代志，都会对咱产生迄个影响力。迄个伫迄个所在，甲咱切的开力。伊伫这个所在有讲到两位姊妹，友阿爹甲孙督基。这两位姊妹呢，因同齐伫迄个所在，拢是为着教会好，拢是为着教会好。但是安怎？个性无啥相像啊，个性无啥相像，所以做代志的步调看法就无一定共款。牧师娘做代志是紧的，牧师做代志是搁等一下，搁看卖，搁想一下。所以呢，定就安怎，互相无共款。伊就定伫迄个所在讲，较紧呢，你打一项代志做完，毋是安尼减一项代志。我就甲伊讲，你就是一项做代志做完啊，等下嘛是搁有一项代志。我定甲伊讲的名言就是：代志若做了，古早人就拢做了啊。所以呢，你有真济代志，就是安尼。但是有的时阵哦，你紧，古早人讲啥？食紧弄破碗。啊啦，拖沙你就愈散车，知无？所以哦，两个拢无通好，食紧弄破碗，拖沙你就紧散车。所以互相彼此看，就是无共款。但是也是因为安尼，上帝甲咱藏做伙啊，毋好定定咧硬冲去。你知影车若要爱开哦，介紧吼，有一个介重要的代志，就是你的档爱介来。你的档若无介来吼，你车开介紧哦，迄就叫找死。所以你要车要开哦紧的时阵，先看卖啊，档有来无？所以这就是安尼。咱有的时阵伫教会内底，咱拢无相像，无一定是伫执事会，无一定是小组内底。每一位兄弟姊妹伫教会内底，咱大人拢会无相像。伫家庭内底嘛是安尼。照我咧看起来的时阵95%以上的翁仔某吼，拢是安尼，一个紧的，一个慢的啦。伫遐活要
哦，逐工就伫遐咧经，逐工就伫遐咧经啦吼。啊，总是上帝就是安尼甲咱藏做伙，为安那，互咱互相补满彼此的需要。上介紧的爱有人甲打动啊，安尼万死说爱有人后壁了解又解吹一下。啊若无吼，怎无就怎伫遐吼，弄甲密密麻麻，啊无就一个吼，吼行3工啊，佫行无2步。啊，所以吼，求上帝帮助咱，拢是为了教会好无毋对，但是安怎彼此爱互相有体贴的心。这两位姊妹就是安尼，因拢为了教会好啦。哦，无毋对，因拢为了教会好，但是个性无共款，就是互相冤家啊，无一定冤家啦，有的是安怎？吼，藏伫心内底啦。好啊，我歹甲你做朋友，我歹甲你相交叉，安尼毋得好啊。我甲你讲，咱若安尼的时阵哦，才是拄中着撒旦的诡计。圣经讲咱啊，对心内底切实彼此相听，对心内底切实彼此相听。咱毋是卖意见无相像。我以前咧看电视的时阵，有一句话讲了，真有意思。伊讲哦，我坚定我的意志，反对你的意见，但是我用我的性命保护你发言的权利。安尼听有无？我坚定我的意志，反对你的意见。哦，我绝对反对你的意见，但是我用性命维护你讲话的发表意见的权利。安尼听有无？就是我会当甲你意见完全无相像，但是你会当有意见。安尼听有无？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是我誓死维护你发言的权利。咱一定要有这个心志。咱一定要有这个心志，就是咱咧反对的是这个意见，我的看法甲这个意见是无相像的，但是咱是会当讨论的，终其落尾，咱就会产生或者协调，了找到一个咱两个人拢会当安怎同齐接受的意见。无定讲到落尾手的时阵哦，我头先的时阵是非常反对你的意见，但是到伫落尾呢，我听你的说明了，我就讲好，安尼我支持你的意见。亲爱兄弟姊妹，咱听有这个意思无？毋是讲我即马反对你，我就是永远反对你，毋是哦。是安怎？是咱伫这个过程内底，我有我的想法，你有你的想法，但是咱摕出来公家讲。同齐做伙讲的时阵，咱就会甲代志看了较怎较全面性，咱就会当较清楚甲这个代志看互伊清，看互伊明。就亲像最近咱即马要搁做迄个教会迄个啥啦吼，迄个制服，吼啊即马呢意见就真侪无相像啊。有个人讲要红的，有人要讲青，有人讲要蓝，有人讲要乌的啦吼，啊有人讲要白吼，红花柳绿吼，无这。吼，所以就有真侪无共款的想法，所以呢，即马搁暂时搁按下，再搁来讨论看卖啊，看要安怎处理较好势。啊，毋是讲无爱做，啊嘛毋是讲啥物人的意见才对，是安怎？就是讲有足侪意见，但是要安怎样甲这意见合互伊做伙，咱拢是啥？为着教会好，望会当做互伊完成，安尼，互代志就会当愈来愈圆融。第三，咱爱彼此互相相听，互相扶持，的确就爱成全彼此伫上帝内底的心意。毋是任何倒一个人完全甲拢毋免别人甲伊讲啥物话，世间无即个人，世间无即个人。咱彼此内底拢有一寡看袂到的物件，咱若去。考这个机车还是考汽车的驾照，啊了后，咱就伫迄个所在哦，验公司哦，就迄个考试官哦，就叫咱目睭搭咧，啊了后，伊就伫迄边啊吼，啊就安尼一个乌影旋，啊伊就伫遐看你偌济，啊你甲你测啥视野，
就是你会看，你的视野若无够的时阵你无法度看到你的边仔的时阵，计先爱甲120度的款。你若无法度看到安尼的时阵你就无法度考驾照，因为安怎？你看了头前的边仔拢看袂到迄足危险的。所以伊就无法度互你考驾照。所以咱会有一寡物件做啥？看袂到盲点。咱看袂到迄个部分，咱就需要有别人替咱帮助咱、照顾咱。有一个时阵我毋知是坐建机车的建机兄的车，还是建机兄坐我的车，还是安怎？反正建机兄甲我讲一句话，伊甲我讲牧师，我跟你讲，你安尼看，你安尼看目睭面毋好甲咱安尼看，爱安怎呢？爱安尼滑头看，迄个做啥？shoulder 卷，shoulder check， OK。爱看过你的肩胛头，安尼，你才有法度看到后壁的车啦。就是爱看过你的肩胛头，安尼滑过，爱滑过安尼。无滑伤大力的，无会转。咱若安尼做，因为安怎有一寡物件咱是看袂到的。咱真容易伫咱的惯势习惯内底，咱就有一寡物件咱会看袂到，所以咱需要彼此。安尼，咱才有法度继续行往上帝的心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毋是啥物人无好，其实伫咱得救的迄一个时刻，当咱接受洗礼、决定跟对耶稣基督的时阵，咱的名字就记伫活命册的顶面。但是咱伫地面上要同齐来成就上帝的救恩，所以咱需要彼此，咱一定需要彼此。所以圣经讲，咱看别人比咱更较牛，咱就通因为别人，咱家己来得到祝福。所以当有人安尼甲咱劝勉，有人安尼甲咱鼓励，有人安尼甲咱扶持，咱就会诚做上帝所欢喜的行事。这是第二点，咱的确就爱安尼行，安尼做。所以圣经伫这个所在继续伫遐甲咱提醒讲，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虽然迄个过程无一定互你会真欢喜，但是你的确就爱知影，要靠主常常喜乐。我搁再讲，恁爱喜乐，是安怎爱有喜乐？因为咱有彼此相听兄弟姊妹，咱有一群同行天路兄弟姊妹。昨个时阵咱伫这个社区这个所在，了在社区的时阵这厝边头尾亲拢总来伫社区，差不多来了有100-200个人吧。了分迄个鸡卵糕分到尾手的时阵分了无够。分无够的时阵兄弟姊妹大个人，我看到一个非常互我感动的代志，就是兄弟姊妹大人讲你分无着，你分无着，牧师你有分着无？无，我咧叫来安怎？大人讲来，这你摕去，这你摕去，这你摕去。我就想到古早咱有一句话讲做啥？小润交春啊！了互相大个人拢顾念着彼此的需要，所以咱相信这样代志，伫上帝听内底。咱虽然有一寡意见无相像，虽然咱有一寡甲咱无共款的人，但是无一定是咱的意见是上水上好的。咱总是会当相信这样代志，无论发生什么代志，安怎上帝也搁在掌权。这是咱的信仰，这是咱的信心，毋是我会当做啥，是上帝到伫如今也搁在掌权。上帝透过这样代志，要互咱学习什么款功课，咱会当对其中学到什么款功课。虽然有时阵别人实在是好心做歹代志，原本就是安尼期待好咱都已经拢计划好但是结果的时阵这人迄个人做了无好势，对啦，安尼好心甲代志做歹去。总是咱对着这个代志，
咱同齐做伙来学习，咱爱听谈处理这项代志的人，伊的想法，伊的做法。有的时阵吼，咱就真容易吼，安尼赶紧斗做。但是吼，一个赶紧容易斗做的时阵，就怎颠倒代志吼，无用了过头的，啊怎规个顺序拢会乱去。所以咱着听谈，你啊伫即个小组内底，咱着听小组长的话；伫迄个代志顶面，咱着听执事的话；咱伫家庭内底，着听妈妈的话，着听爸爸的话，着听阿公的话。无论什么人，非得就是什么人咧管理即个代志，咱着听探伊的话，安尼就好。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确实知影。咱既然要真做耶和华的军队，要真做上帝国有荣光的儿女，咱就会一定爱同齐相信这样代志。无论代志发生到什么款程度，相信上帝较大有权的掌权。我的想法无一定比上帝的计划更较好，安静听候上帝绝对美善的作为，相信上帝伊有绝对美好的计划。所以咱就彼此相听。保罗伫这个所在讲什么话？讲亲爱兄弟姊妹，互人知影恁谦让的心，恁着爱彼此互相相听，彼此同齐祈祷。咱今仔日透过祈祷，透过彼此的扶持，互相，咱才有法度真正去经历到迄个服侍内底带出上帝的权能，带出上帝的权能。咱的信仰。除了礼拜日，同齐做伙来敬拜上帝，但是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每一天拢总是礼拜日，意思就是讲每一天拢是咧敬拜上帝，用顺坦与昂塞的意见来敬拜上帝，用疼惜家己的太太安尼来敬拜上帝。用家囡仔带伫上帝真理内底，安尼咧敬拜上帝。用伫咧做生意的时阵，无过头去伤害到对方的利益，乃是去照顾到伊的需要，用安尼咧敬拜上帝。每一个代志，确实实对心内底为主来做，这就是咧敬拜上帝。新德圣教会张亚弟牧师也是现任咱圣教会总会的副总会长。伊有一届伫因教会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讲咱拢咧期待，咱拢伫咧算讲咱教会内底有偌济会友兄弟姊妹同齐咧做伙做礼拜。咱讲这做教会内底有偌侪人咧敬拜上帝，那就咱现此时来可能60-70岁，咱一识数咱也讲真嘛。但是新德圣教会捌做过一个调查，因伫咧所在所做的调查内底出去讲这样代志。伊啊，迄一天的时阵啊，兄弟姊妹来做礼拜，了伊来的时阵讲：第一，你有灵修祈祷的，请你拍一个勾啊。了的时阵哦，你若是伫即几天内底哦。伫拜一到拜六，你拢有灵修祈祷的，拍一个勾啊！你这拜一到拜六有去帮助人，有去探访到含你的厝边隔壁讲话，你拍一个勾啊！搁再来的时阵哦，就是你伫即礼拜当中有行一个互上帝所欢喜的救济送香的，安尼请你拍一个勾啊！结果的时阵啊，发现啊，伊讲，那安尼阮教会无甲100个人。亲爱兄弟姊妹，你听我咧讲啥无？教会内底的基督徒，伊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离开礼拜堂了后，我敢抑阁是一个基督徒。这个问题值得咱思考。离开礼拜堂了后，我敢抑阁是一个基督徒。原来
做毋对的代志，我要该记伫心内底无？还是我愿意顺叹，尊敬伊，亲像教会咧尊敬耶稣基督共款？我的太太昨做一迄项代志，甲我钉伫心肝钉遐久。我敢有甲伊好好，亲像基督听教会安尼来为伊舍命？离开礼拜堂了后，我犹原也是一个基督徒，安尼我就是一个真基督徒了。主来帮助咱，所以彼此相听，甲上帝同行，咱甲上帝同行，就会带出真实的能力甲权柄。进前2-3天的时阵，我咧准备这讲章。了，迄一天我拍开来咧顺看卖有啥物代志爱处理无？其中有一个人吼，伊就传一张这个早安图互我。即摆我算我若早安图的人啊。了，迄个早安图内底来，咱同齐来读即段经啊，即个大字的来，预备来。逆境当中永远无放弃，相信凡事有上帝的美意。这是介水的代志。咱一定爱定想，咱的上帝会将着上大的困难变做上水的见证。所以唔当吼，但咧受气吼，啊着毁公心。求上帝帮助咱，常常喜乐，不住祈祷，凡事谢恩。甲咱所需要，甲上帝讲，上帝所赏赐互咱出人意外的平安，会伫耶稣基督内底保守咱的心怀意念。请注意，毋是伫世界的思想内底，是伫啥？耶稣基督的真理。咱若真正有无顺时，但是咱愿意照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去行，咱就伫迄个所在安怎，互咱家己过了更较舒适，更较平安。我自细汉的时阵吼，互阮老爸吼有一句话吼，真做我的魔咒。迄句话真做我的魔咒，啥物意思呢？第一句话吼，怎刻铭伫我的心内底。伊有一家甲我讲一句话。含时间你都收袂掉，你大汉阁会当做啥？所以时间会成为我的魔咒，就是几点几分爱做啥物代志。我若含人约啥物代志的时阵，我就会产生一个魔咒。所以我比如讲我含牧师娘伫迄个所在比如讲我甲伊讲9点要出门，我来讲我差不多8点50，我就会开始准备啊。了，甲9点的时阵我就会来坐伫福音车顶悬啊。了，牧师娘9点还未落来，我就开始碰面啊。了佮1分也未落来，面就那面具啊，3分也未落来，就那馒头啊，我来讲，我买手的时阵发现这样代志，我想会安尼。所以买手的时阵我发现这样代志，我就是真受到这句话真做我的魔咒。其实阮他们人相约嘛无啥物大代志啦，就可能要去开会。开会的时阵阮就定着讲2点半出门啊，到位的时阵差不多开去到这个啥物所在，开去到苗栗西湖度假村，要伫迄个所在开总会，可能爱3点外钟啦阮就安尼是啊。其实咧时间拢算足量的，你就是慢5分钟安怎敢会迟到？嘛袂迟到，但是伊就是我若拄着牧师娘即款伊甲我延长着时间的时阵，拢花公心呢。请问花公心敢会带来啥物好处？我来讲袂啦，
就你的心肝吼会皮薄菜啊，医生讲吼会可能会脑充血啦，啊无就会心肌梗塞啦，就安尼尔啦，无啥物好处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到迄个时阵吼，我即马吼学了有较好势啦，就是安怎？饶过你自己吧，饶过你自己吧。伫上帝内底，你就是互人延前1点钟，延前5分钟、10分钟。其实真侪时阵哦，人遐咧等你的人哦，拢安那，拢无影会受气。上受气的就是你家己，是你家己无法度放过你家己。所以结果到伫落尾安怎？气甲用要死，有一天就真正气死，心肌梗塞就是气死的啊！所以求上帝施恩怜悯帮助咱。互咱伫逆境当中，犹原咱看出上帝美好的旨意。咱检测有无共款的想法？无定定嘛，因为咱的情绪会去冲突，但是会当做这样代志，就是咱拢会当同齐用爱来敲吹，来看见上帝。所以牧师呢，甲各位邀请，咱基督徒的生活一定毋是干那安尼的尔。方言基督的操练，咱对着后礼拜六开始，9点半到10点，要伫咱教会3楼同齐做伙学习操练。我期待咱会当对着现处时，咱的生活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稳定、新的开始。当咱经过65年啊，咱是不是会当更较济，互咱的教会进入一个新的开始？互咱会当伫咱的礼拜内底，互伊更较幼稚，互伊更较水、更较纯。了，咱会当伫属灵的温素内底显出上帝对咱教会的托付。佮再来，后礼拜全球祈祷日，要伫中英大学来举行，下晡2点，那写2点20 ，OK。毋望呢，伫迄个所在会到5点，咱有请一台游览车，但是亲爱兄弟姊妹，迄个游览车是因为有一寡兄弟姊妹因真正意爱去祈祷，但是因的骹路无方便，所以咱伫迄个所在来为着这兄弟姊妹来设想。但是咱若是会当，咱若是尽量会当三甲做伙，家己若是设施游览车也有位。但是咱现处时，咱期待咱教会有100个人同齐做伙去，所以毋望大部分的人会当家己开车，甲迄个设施、迄骹路无方便的兄弟姊妹，咱才坐游览车。但是牧师期待毋望这样代志，就是这一届其实伫中英大学的这个座位，敢若有3500个尔。原本咱是预定，互全台南市会当带来7000到10000人的组织，但是即马各教会内底拢减少人，就是因为座位无够，所以主办单位讲一个代志，拜托将咱每一间教会要去参加祈祷的人，是真正带着热情甲信心来祈祷的，带着信心甲热情来祈祷的。毋是讲哦，咱就来遐神煞去佚佗一个安尼，毋是。迄个精神是完全无共款的。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明白这个意义。当教会咧生日的时阵，咱伫咧生日的时阵，咱敢毋是期待咱未来新的一年会当有更较大的作为，毋望伫新的一年有更较大的能力甲权柄。亲爱兄弟姊妹。互咱会当三甲做伙，伫这个时代，伫这个时刻，当上帝透过咱的信仰前辈，透过咱的兄弟姊妹，已经成就遮尔多代志的时阵，互咱伫既然已经有的基础内底，伫这个所在继续来努力，毋是有教会敢若有遮人咧做礼拜，乃是要互咱的教会诚做一个真正有属灵权柄的教会，互咱的教会会当真正伫这个社区、伫这个城市，
见证上帝权能。照着主耶稣基督所甲咱讲的，相信上帝的教会会有医病、赶鬼、讲方言、手抓毒蛇，食到什么歹物，犹原无受害，并且既然是我所教示恁的，恁拢反复以遵守，就要互因得到属灵的福气，并且我要甲恁同在，直到世界的落尾。这才是上帝的教会，这才是上帝建立安乐性教会的稳定甲实质。互咱对困难当中学晓甲主三甲同工的喜乐，也互咱对着无共款的意见内底学习到彼此相听的侍奉，互咱伫已经有的基础顶面继续来经历上帝的权能，并且进入上帝所要赐福，互安乐性教会真做盐、真做光、真做有权能侍奉的教会。咱三甲阿头来祈祷。咱请每一位兄弟姊妹，咱同齐站起来。咱伫这个时阵爱为咱家己来祈祷。无须毋知影你今仔日听到啥，总是请你伫这个时阵为你家己祈祷。咱同齐开声，为着安乐圣教会65岁的生日来感谢上帝，也为着安乐圣教会来祝福，来进入66岁的时阵。带出上帝更较大的权能甲荣光，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荣耀！阮的主，阮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听从，你的能力，伫阮的身上来显明。主啊，这是你家己所欢喜的教会，伫你的稳定甲祝福内面，阮的确要伫这个所在进入上帝你的丰盛。摇花，阮的主，阮仰望你的听，阮仰望你的稳定。主，感谢你过去。想说安乐圣教会65年的时间，主啊，这个教会继续在你的面前，望稳定得落去，并且在主你的内面，满满领受对天顶所来的荣光。主啊，这个教会是带着能力，带着属天的圣洁，带着能力来侍奉这个世代。主啊，就是来侍奉你，就是通照你的心意，甲人完完全全带入来。上帝你的救恩内底，主我家己真侪迄个圣洁的器具，互我伫主你的内面，真侪你会当录用迄个启示。主啊，互你家己的听，互你的稳定，丰丰富富临到安乐圣教会，临到每一位兄弟姊妹，互每一位兄弟姊妹伫主你的稳定内底，甲你同心同行。你是阮的主，你引带阮，你保守阮，你照顾阮，你有一切的代志。真侪荣耀甲美好，感谢主，愿过去你成就伫安乐圣教会稳定甲荣光，继续伫将来照着你运行伫教会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阮所求所想的。但愿你伫教会中成就这一切美好，主啊来得到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真侪上帝你设立这个世代。荣耀的见证，为你名恩故，阮会当真侪迄个荣耀的器具。感谢主，将上帝你的听赏赐阮，将你的权能赏赐予阮，将你家己的心意阮显明。圣灵啊，来得到阮，来录用阮，来互阮真侪这个世代见证上帝荣光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亲爱兄弟，请坐。毋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是无？咱这个时阵就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亲爱兄弟姊妹，这个奉献内底，更加是奉献咱的心思甲意念。每一摆奉献的时阵，就是心内底甲上帝讲，主。互我的奉献是实实在在知影万物对你所来，所以阮用敬虔甲感恩奉献予你。上帝照你的应允所讲，阮毋是倚靠世间的物件，
毋是倚靠阮的财情势力、金钱。照主你所讲，阮是倚靠赏赐万项物件，互人享用的天父上帝。主，阮就是用这款感恩的心，伫你的面前奉献，透过这金钱，诚侪帮助人，建设教会，祝福社区，祝福众人的路用。咱同齐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咱同齐来吟唱这首诗歌，同齐来奉献。咱着同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物的主宰。咱着活头转来朝见主的面，伊是掌管宇宙的。我的主，咱的君王，原地拢着跪拜伊。我的主，咱的君王，你的权势只管无比。咱着同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唱出感谢。咱着吟诗伫圣殿来学了伊，伊是咱的主上帝。咱着同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物的主宰。咱着活头转来朝见主的面，伊是掌管宇宙的。我的主，咱的君王，全地拢着跪拜伊。我的主，咱的君王，你的权势只管无比。咱着同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唱出感谢。咱着吟诗伫圣殿来学了伊，伊是咱的主上帝。伊是咱的主上帝。愿迄一位互人诚侪荣光的主上帝，伫每一项伊所欢喜的良善内面，成就你心中所求的。各愿你的灵、你的魂、甲你的身躯，得蒙圣灵的保守，直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互你完全无通指责。通互你丰丰富富进入天父，为着疼惜伊的人所有备荣耀的国度，甲三位一体的主上帝三甲徛起，甲众圣徒同齐敬拜三位一体的主上帝，直到世世代代无穷无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今日台语堂的聚会就到这，过一段落，上帝赐福大家平安。